1月23日是武汉封城3周年，人们用鲜花缅怀因中共病毒去世的亲人。与此同时，中国各地正在加紧生产火化炉。大年初一的武汉，大街小巷处处摆满了菊花。这是中共当局放开管控的首个中国新年，人们纷纷用鲜花和祭品悼念在疫情中死去的亲人。2020年1月23日，中共官方宣布了封锁1000万人口的大城市武汉，举世哗然。那个时候，人们对这种新型病毒还知之甚少，但中共当局已经开始了对披露真相的独立记者的封杀。然后就觉得前面是病毒，后边又是那样的一种可能会被抓的恐惧。但是有时候会觉得，就是到底在害怕什么呢？因为最可笑的是什么？我干什么都没干什么。就是我觉得最有意思就是。我们都没干什么，大家都没干什么。你就比如说现在大家举张白纸，怎么了？他们或者规则制定者，你在怕什么呢？我只是一个非常非常小的火苗，也许就是像我这样的小浪花有足够多了，或者慢慢的它引起这种复杂的质变，对吧？就像蝴蝶效应。网传一家火葬场的知情人透露，江西九江彭子县1个月内死亡6117人，而往年死亡不超过100人，死亡人数剧增了60倍。当地殡葬业者表示，现在接运遗体和火化都需要排队。中国的火化炉制造企业也在24小时加班赶工生产。根据一项不完全统计，自1月份以来，全国跟生产火化炉有关的公开招标项目至少有37个。1月23日，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对北约扩展表示严重质疑。此前，他警告瑞典不要指望在周末反伊斯兰活动人士和亲库尔德团体在斯德哥尔摩举行抗议活动后，土耳其会支持其加入北约这个军事联盟。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周六评级了帕鲁丹焚烧古兰经的抗议活动，称这是对所有人的侮辱，尤其是对穆斯林。他对瑞典当局允许抗议者在安全部队的保护下，在土耳其驻斯德哥尔摩大使馆外示威感到特别愤怒，还批评了瑞典允许亲库尔德抗议活动，表示瑞典必须要考量允许帕鲁丹示威的后果。库尔德团体对土耳其发动了长达数十年的叛乱活动。库尔德团体在土耳其、欧盟和美国被认为是恐怖组织，但其标志和符号在瑞典没有被禁止。印度贸易部官员1月23日证实，美国苹果公司希望印度将其生产比例从目前的5%到7%提高到25%。路透社指出，此举凸显了手机制造业巨头苹果公司将制造链撤离中国的行动正在持续。印度贸易部长当天没有说明苹果公司希望何时达到上述目标，但他强调，苹果将印度定为具有竞争力的制造基地，本身就是一个成功的决策。苹果已推出来自印度的最新型号产品，并且是在印度制造。报道说，中国严厉的中共病毒疫情封控政策，以及美中不断加剧的贸易和地缘政治紧张的局势，导致了苹果公司决定将其生产链外移的计划。印尼通过新刑法对宣传共产主义和马列主义的人最高可判15年徒刑。专家认为，这是全球防范中共的大势所趋。12月6日，印尼国会通过刑法修正案法案第188条规定，在印尼宣传共产主义和马克思列宁主义将以危害国家安全罪判刑，并列举了由重到轻的刑期划分，其中以口头、书面或媒体等形式公开传播或发展共产主义、马克思列宁主义将被处以最高4年的监禁。若以上的行为改变或替代印尼的建国5原则，最高将判处7年监禁。若有社会骚乱、财物损失或死亡情况发生，最高可判处10年到15年监禁。历史资料显示，印尼曾在1960年代达到了共产主义高峰期，共产党员人数高达数百万人。1965年，印尼政府开始大举清除共产主义势力，之后共产主义在印尼一度是禁忌话题。
虽然近些年中共与印尼的经贸关系不断深化，但两国意识形态差异较大，象征共产主义的镰刀、锤子、红旗等在印尼都是禁忌。有了法律的严加防范，专家认为中共的大外宣以后在印尼的生存空间只会越来越狭小。